一個真正嘅會計師，你係用咩去到衡量啊？用價錢？總之邊個平啲就揾邊個啦。好正常嘅，好多人都會係咁樣嘅諗。你俾錢係俾晒100%，但係其實你收到嘅嘢咧，喺我嚟講咧，佢只係可能做咗一半嘅啫喎。你平時俾錢佢就係點啊？俾啲文件佢，然後佢幫你做完嘢就俾份報表你簽名、核數報告簽名，跟住就下年再見，係咪啊？通常都係咁樣嘅喎，未必會年年都會見到佢啦。甚至乎再過幾年之後咧，基本上你都係同佢下邊嗰個員工咧去到做溝通啊。咁所以喺我嚟講咧，呢啲只係做咗一半，一半係乜嘢啊？我滿足咗稅務局嘅要求，要做好一個核數報告，跟住然之後就交咗佢啦，咁就完咗㗎咯喎，成件事係咪？一個真正嘅會計師，你係用咩去到衡量啊？用價錢？總之邊個平啲就揾邊個啦。我哋去揀選嘅時候，唔係用呢個價錢嚟到比，而係究竟呢個會計師幫我賺到幾多錢？呢個先至係關鍵。會計師嘅功能唔係淨係幫你做核數報稅咁簡單，而係佢可以因應你自己本身公司嗰一個嘅情況，而俾到一啲嘅意見你。無論可能喺你嘅商業模式，可能係你嘅公司嘅結構入邊，可以去到做一啲嘅重組，從而達到一個稅務最大化嘅一個嘅效果。